我知道这些掌声不只是给我们的，也是给你们每一个坚强的自己。我相信新的一年一定会更好。再过不久，我们就要告别2020年。出门前，我跟小玫瑰、小蔷薇说，爸爸会在2021年才回家，所以就让我们唱到2021年再回家，好吗？这个2020并没有打败我们还在这里，我们还一起在这里。我们都相信团结、善良与同理会带我们往更好的明天。我们要一起笑着迎接2021。好久不见，这些日子大家辛苦了。未来的日子还是要请大家保持身心健康，不管你现在在现场还是在直播线上，让我们一起倒数，有无限个未来，都要一起往前，好吗？未来的你，回顾2020，你会发现，这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。失去的，让我更懂得珍惜了。因为你日夜相伴，所以我风雨惊喜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你，所以有我，所以有我。真正2020，飞向2021，新年快乐！准备好了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